是老虎。什么叫做老虎？泰戈。泰戈什么叫做泰戈？泰戈是名字是什么？还有哎。完了，你是什么？我是爸爸。你是谁？叫爸爸。你是谁？我是人，我是大公，我是老公，我是哈空，我是理工，我是理工，我是理工。你们喜欢玩什么的？玩马上，哪有标？你给他什么啊？豆豆。可以吃的吗？不。这个芒果嘞？